来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到公局通路中心来视察，看到这中心食饭拢用隔板，嘛拢互长辈保持着社交距离，市长是真满意。新北市有规定，到夜市到菜市到上款一定要挂喙罨，也若无上悬罚15,000块。不过市长讲，也是以劝导为主，袂随便就来开罚单。 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其他访客同款，必须要量下温、双手消毒。工作人员示范漂白水、调配比例，为了守护这长辈健康，每天拢会进行消毒工作。我看到长辈把距离拉开到1.5，然后戴上口罩，在那边做简单的运动，让他们活得健康，活得快乐。 目前新北市总共44间公共通路中心，侯友宜对防疫工作真满意。为了全面防止新冠病毒传染，新北市日前也阁宣布，进入夜市传统市场相关，不管业者也是消费者，拢必须要挂喙罨。违规者开罚3000到15,000块，但是台北市只有不准进入，无开罚。我都以劝导为优先，处罚是非不得已的必要性才会做这样一个动作。 就像我当时在推捷运、大众运输戴口罩，刚开始一直劝到90%几。若是解决药局排队问题，喙罨发袂记，已经伫台北市上升上路。侯友宜表示，若是效果袂歹，相信中央会伫全国推行。